哦，志宏池，甘世界志宏池，从那个绿色隧道，从那个大榕树绿色隧道那边过来，这以前的通信兵营区。大榕树种在民国38年，然后为了那个防空掩护的需要，树跟树之间放那个通信兵的大卡车。后来通信兵营区迁到冈山了。善用这个空间做公园。你看那个榕树下做那个栈道，雨季也下雨天的雨季也可以方便行走，不会那个说鞋子陷到那个烂泥巴里面。还有种这个种那个是花呀。那四脚咧夹，四脚咧叫咧夹，要落花呢。四脚咧叫咧夹，要落花呢。花生闹会止雨啊，花生闹要下雨咯。来这边呢不错嘞哈，空气好。好的休闲景点啊。你看，志宏池啊，水从这边进来。